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太平正宁景的农友是有苦无地讲。讲今年因为气候来影响到宁景的收成，再加上疫情的关系，销路真歹。讲今年这个苦大都要白好安来度小月咯。多万来宁景爱修剪一日了，赶紧装箱，才准备要送到台北拍面。即卖正是宁景大出的时，不过今年农友笑袂出来。 因为天气甲疫情影响，回年收入差真多。开花不顺，还有幼果掉果，然后后来成熟期又下长期的雨。农友讲，宁景开花时，唔是欠水，就是落大雨，和宁景无水，或者靠天食饭的因是真无奈。没有承销商进去啊，去批货啊。而我们到北农的话，他那个承销商少，他价格就拍卖的比较低了啊。 农友嘛讲，一年拢会使收成3万台斤，今年连1万台斤都无，再加上今年疫情影响，去市场的人较少，意思讲经销商回馈嘛较少，连7月份大宗的普渡嘛减少，销售量差4、5成，分正无共钱。